Made a list of promises to you. I just had to write them down and say them out loud. I feel so lucky that God gave me you. You lift up everyone around. I can't believe what I found. Manon, will you take my hand? Just smile and say.Catch me. 张月早迄天是我甲伊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。老公，你阁欠我一个礼物。这什么所在？我来抓来吃。这是生死管理所。 人若死，就要先来这报道。我死啊！你叫什么名？张佑啊。所长，你看，伊这世人的时间还未到呢，敢是念唔着人？念唔着人？迄个看啥？看在你有未完成的愿望，特别允准，互你749天的时间，等于恁某的身躯边。伫749天内吼，你若是无转来。 你是会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哦！去！你也会记哦，叫张佑爱遵守灵魂守则内面所有的规定，爱行到倒，你就甲我对到倒。你若惹麻烦，就错咧等啊！ 我看到鬼呢，照你讲，迄死去的鬼若转来，拢会去找上亲的人啊。哎呦，你莫对来啦，等去你的咖啡店啦。刚才你看到我啊，只有你等我斗3天啊。这个我落来，顶悬我49天的时间，互我会等较顺顺休息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按我无法度，伊看袂到我，摕袂到我的声，看袂到我的人，我根本就无法度甲伊讲话。所以我希望你甲我斗3天。 我定想办法互你知影我伫拢伫咧。阮兜吼，在恁的咖啡店边啊，我送你啦，顺路。你放心，我毋是歹人。你是岳信行的头家哦？上车，唔好，今晚唔通，唔好给我骗你。多谢啊。什么多谢？哎！其实吼，想要变做人，还阁有一个办法啦。 若是你想要甲轩轩讲个清楚，唯一的办法就是，我马上处理。我你千交代万交代哦，叫你人落来甲我对好调，啊，才几工尔，就让你死甲惨。啊，万不哩吼，妈祖娘娘若报起哩吼，咱生死管理所来斗打没了啦！我唔管啦，将人甲我掠转来。 所长，害啊啦，代志大条啊！害啊啦！张佑要魂飞魄散啦！张佑要魂飞魄散。